因为6岁较爬过去溜滑梯啊，3岁就无法度。啊，你也不要溜滑梯啊，你刚爬过，你拢爬到遮就啊，对无？弟弟大汉对无？弟弟还要我大，还4岁。阿勇搁要落去啊！要落去啊！哥哥，拍大咯，拍大咯，不要紧。杀蛇龟。大大咯。阿公讲，咱手入无按，啊较刷骹，啊较倒在，较倒在，咱较过来刷手，安尼知无啦？有脏脏的，家己用。哎，不要紧啦。啊，不来弄个不要紧。好，家己讲没错。家己讲。这听出。哎呀，咱全部拢蜘蛛对无？咱拢是蜘蛛，咱三个拢蜘蛛。哎呀，你白，这就是咱的蜘蛛吧？对吧？咱是蜘蛛。咱手入无按，啊较倒在。你打电话看啦，应该是你打电话抢我啦。会使，哦，你即个会使咧，你会使叫监管无？监管来查。啊？监管。像好玩样。会使吼？没事。会使，我教你喊咧啊。阿勇加油！爸爸来啊！我教你喊咧，呢，吼。放手，你会知吗？你会使家己。我教你喊咧。你即摆会使家己去溜滑梯啊？这个好玩。我教你你喊。家己给阿志好玩好不好？就这边来教你喊。我就教你喊咧，旋溜。手抓按，我背足悬，